毒油事件爆發地監沒超標，不只是大豆沙拉油，現在就連烤地油嘛被驗出。市府衛生局伫個7月23、24擴大抽檢做油工廠、販售的業者，甲着餐飲業等場合，總共抽驗23件產品，包括烤地油有16件，烏麻油甲着芝麻油有7件，其中3件的烤地油驗出苯偏皮超標。衛生局嘛已經專門來追查問題產品流向。第一件這個苦茶油呢，它是從我們的販售端在我們北區，我們在北區的一個福利站那去做了一個看到有這個苦茶油做了一個採樣那它的超標的這個情形呢，是檢出了苯偏皮2.5個微克，那這個是超過我們的2.0的標準在7月24號。那我們又到了我們的東山區那我們去了我們的一個叫巨星製油的工廠，這是一個小型的工厂。那它呢，因為在現場它有販售這個東山苦茶油那這一批的苦茶油的超標的情況，它是驗出了2.1微克。那這個當然對2.0來講，雖然只有超標一點點，但是以現在大家對食安的重視，所以我們還是視同這是一個超標的這個商品第3件這個我看到有超標的是7月23號，那我們這個是在我們的白河區，那我們的一個德昌商號，它也是一個小型的製油廠那他們這一家呢也在現場有販售，所以我們直接做了檢驗，發現它的這個苯偏皮是3.0微克那這個也是一個超標的狀況。這3件分別在北區的福利站、東山製油工廠，甲着白河一間商行被驗出超標。衛生局嘛追查頂油，分別通知雲林、嘉義甲着台中的主管機關，針對源頭的製造商，依照權責來辦理後續的調查甲着處理。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國第一個主動稽查、抽驗並且送油品的縣市，這屆查到相關的問題油品。市府攏佇第一時間透過行政聯繫管道，通報頂油管轄地方的政府，甲着中央主管機關，希望會用全力保障民眾的權益。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